请讲一个恁进入100万赛的想法。爽啊！冲！想紧张啊，即马唔知在啥物策略啊。哎，你讲赛制讲完呢，现在就无水准。啊，你别人就紧就出去，别人就紧就出去，安尼咱拍摄，你知？我想讲你时大人才紧张。讲一下恁的策略好不好？对中徛头前啊，阮伫下骹10分到加钟啊。但是你可能知影答案，真正唔知你就生气。咱若是无对，唔对，我跟你讲，不要紧，因为你用唔对，别人无一定用对。阮应该嘛是白啊，第二个出来就直接试落，再来时候再过来讨论。那有可能。哦，将对，加油！加油！傾對，好運氣，第100萬的，亡命成行，来呀起！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，黑爸爸，今来欢迎咱第一组的家庭蒋家。啊！哎，咱请就台，欢迎第二组的家庭庆家。拜托！欢迎，来咱请就台。过来，欢迎第3组的家庭洪家。哎呦，哇！开心！哦，安尼鸟，安尼鸟，好，来，咱请就台。来，是。来，欢迎！哇，无简单呢。摘新芽吼，圣公总算拢算出来啦，嘿，来，咱第一组蒋家，是，会紧张袂？别再用紧张过。系啦，拢紧张过啊吼， 100万这个数字吼，嘿，足大个啦。哦，足大个吼嘿啊，是有压力无阿伦？小看。小看。小看吼，阿红安怎？有信心？有信心哦？ 100倍信心。有啊，有啊。真正好，你家势真正有看你呢，有啊。加一米啊！吼，加一米就对啊啦，对是，来，咱来看咱的庆家有加一米无？嘿，来，庆家哦，你无感觉哦，真正有影运气好就是安尼。安怎？真正，诶，因真正运气足好的。对呢，伊咧 ABC 特别拢4个拢对呢。是两道啊咧，两道啊哦，今日有 ABC 无？无。哦，不过今日哦，就是爱看咱团队的精神啊。是，拢会使讨论。系拢会当讨论的对，吼，就是要互恁欢迎恁甲100万摕到。加油啦，加油！会紧张啊？即摆袂，头拄仔伫外口喺吐了。你想哪？你是啉伤醉啊？你想哪？没啦，咱拄啊娶某尔，啊，咱即摆搁趁红牙钱呢，咱欢迎100万呢，是不是？两个翁仔某嘛真辛苦啊了。诶，100万呢，我甲恁问一下吼，若是想讲恁摕到100万，真正有要请观众朋友无？去恁遐食餐请因哦，一工好。好哦，大家都有听到哦。嘿，好来，欢迎恁，真正甲100万摕到登记哦。加油！好来，我说来去欢迎咱第轰三。家，等过来啊！你应该有精神啊啦吼。今麦就有精神呢，都等不困去。你比后边创啥啦？我来队长啊，对，那是基本的，嘿，咱家长幼有序。啊，你有想到无？想到讲恁真正通啊徛伫遮，跟咱3个家庭摕100万呢？我感觉我要讲，真正亲像做梦共款。但是我拄一直困，有迷茫，有梦到，有梦到一个赛。一个赛，什么赛？一个赛，英文吗？英文哦，英文。梦到一个赛。重点是要问3个家庭，咱有信心无？我甲你讲，有摕着无摕着拢袂要紧，咱只是要甲好了咱的台语学好就好啊啦吼。好，来，今来介绍咱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罗公成罗老师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
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，买新厝。安利啊！为了这100万哦，讲真的，真正是100万。是，阮有请见证的律师来到现场哦。嘿，无你甲恁操蛋的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律师。嘿，欢迎咱的江风华江律师。来，就引导，咱邀请律师。嘿。咱今摆邀请律师来做见证，唔是讲吼，干那保证100万伫遮，嘛是爱保证恁领会着啦。哦，对。上主要拢爱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无唔对，这真重要的啦吼。是，你有要讲一下话无？我要讲啥？律师，你查某啊未？我甲观众斗问问啊。查某未？我甲你讲哦，阮律师无伫互恁乌西哦，无哦。足公正的。好，咱见证者，嘿，咱一定要开始比赛啊！来啊！伊这100万伫咱面头前啊，是。伊嘛有咧见证哦。好，今日去咱的第一回啊，100万拍擂台。嘿，第一回合100万拍擂台啦！你安怎拍？甲大家讲一下。哦，咱这回合吼，大家吼爱用为联想的词内底想出正确的台语词。台语词。嘿啊，你脑答唔得紧的市零，哈，由队长来回答，啊边的人拢会使甲伊参详甲讨论，偷仔甲讲，啊唔通收大声，隔壁会听到。哦。嘿，啊分数安怎算呢？咱这回合吼。拢总爱选2队来进入咱的100万决赛，所以先到4分的人，会使迄队会使先去你坐咧咱顶悬，听候决赛。哦。先等啊，先来坐，等着再坐。对，先来坐。2队啊，另外1队都爱淘汰啊。无，啊那另外1队吼无摕到，不要紧，阮车甲恁叫好啊。啊对啊。所以咱来加油，第一位啊，真重要哦。好，咱有几题？咱就是一直出。看相，看倒2队先到4分呢。哦哟，机会真多哦。哦，好，来啊，我要出题，听好哦。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。2个字来，咱请出题。咱看第一个题是德哥。德哥，哦，德哥大家拢知影哦。德哥，好，唔知哦。来，第二个题是。身躯乌蛇蛇，哦，德哥个身躯乌蛇蛇，好来，文庆，唱歌，唱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因爬来爬去，拢垃圾咧乌蛇蛇，啊有迄的歌，哎，爱爬起。哦，对呗，来，你确定哦？有道理。大声讲者，你的答案是唱歌。来，老师唱歌对唔对？正确。来分数，恭喜咱的庆队得到1分咯。来，下台是唱歌咧，来，咱个继续看者，人踏人嘛。啊背啊背。一直甲背起嚟啦，吼，到。高平，啊，上出名在咱宜兰的头城。是啊，屏东嘛是有。哦，屏东。哦，嘛是唱歌哦。好，不要紧，来继续哦。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。3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看第一个题是。卡接片连做伙。卡接片连做伙哦，安尼连着哦。哦，来第二个题是。芳个册，连做伙搁芳个册。哦，来，社长，该是一款甜露啦，买花钱，就是上生啊，双胞胎买花钱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买花钱对唔对？歹势，唔对。哎呦，你无机会啊！哦，安尼你无机会啊！哦，2队咱有机会啊！哦，好，嘿，要搁看电视无？哦，油炸粿，油炸粿，好，油炸粿哦！来，老师，油炸粿对唔对？正确。分数搁差给你，恭喜得到2分咯！好来，
提示来，你爱配合恁弟介绍你啦吼，来过来。金贵哦，还是甲飞迄个。是，好来，上尾一个。爱落油鼎煎过去，吼，袂歹哦，起码一2分啊哦。跟2分就会使进入决赛啊哦。真刺激哦！好来，搁继续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。2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提示，包车。要包车，吼，大家拢知影包车。来，第2个提示，话真济。话真济，包车话搁真济哦。好，哦，红队。都有。都有吼，都有。出油的。都有。出油要怎出油？领队啊，领队。领队。你来确定一个，确定一个。3、2、1。领队好。好，来，老师领队对唔对？好，会使。你足帅的，安尼对，安尼啦。上个加落去。容易红队得到1分咯。好来，咱继续看咧，来有3位，有小机机啊，嘿，爱加一个机啊，嘿，嘿，去佚佗，爱带队，爱带队，是，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，2个字来，咱请出题，咱看第一个提示，代表财富，代表财富，什么为代表财富哦？好，第2个提示，会使卖500万，当卖500万，哦，代表财富哦。来，第3个提示。风水的旺，风水的旺哦，来有无？哦，来风，安怎念？貔貅也是貔貅。因为风水都是爱看，都是。貔貅不是掠，不是食钱的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对，风水会旺啊。系啊。当卖500万，可能有人对无？外口有得卖啊。貔貅，不是貔貅，貔貅，貔貔貅，貔貅，哦，好来，你的答案是貔貅。来，老师貔貅对唔对？歹势唔对。哎呀，不要紧，来，咱搁看哦。好，来第4个提示。白底红魂。哦，白底红魂啊哦。金利。啊？礼仪。什么？金利一种礼仪。哦，金利。金利啦。金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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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金利。金利，哦，好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金利对唔对？哦。正确。分数咁加落去。有飞机你个加油。哦，来，我看上尾一个，嘿，观赏鱼，这袂当食哦，袂当食嘿，这互伊愈熟愈好啦，水诶，是无唔对。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3个字。3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提示。有甜的甲咸的。哦，有甜的甲咸的哦。好，来，第2个提示。仙草串冰。仙草串冰来。米台北。哦，为什么？咸啦，米台北。因为像阮遐园林遐，拢米台北拢是咸的，啊，有汤的米台北，嘛有人就是串冰啊，内底嘛会人米台北，所以有甜的嘛有咸的，所以我又是米台北。好，来，老师米台北对唔对？哇，正确。来，好来，分数甲加落去。恭喜将队得到1分咯！好来，咱看一了。哦，伊敢若亲像鸟鼠来买。马溜啊用太的，啊是米做的粉条。是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。2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提示。轮流的方式。轮流的方式哦。好，来第2个提示。当年换一个人。当年拢爱换一个人。哦，来，红队。红队。标会。来，老师，标会对唔对？歹势唔是。哎呀，机会让别人啊来，2队有人有哦，来相对。卤煮。卤煮。当年爱跋杯嘛，跋卤煮，叫轮安尼。
哦，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老师卤煮对不对？这个分数个加入去，相对更加1分咯。哇，刺激！来，咱看一下哦，嘿，伊是规班上尾一名嘛是卤煮，哦，唔对，烧香红茶，嘿，嘛是卤煮，主办祭拜典礼的人嘛是嘛是卤煮哦。好，来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， 2个字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题是阿里山大出，哦，阿里山大厝咯。好，第二个题是虾米？哦，已经有答案嘛？来，有。哎呦，鸡啊！哎呦， 1，哈？鸡啊！你确定一种？你讲鸡啊！哦，三位鸡啊！鸡啊！好，来，老师鸡啊对唔对？这个来，分数。容易得到4分啦！来，咱继续看一下哦。嘿，来，爱说你卖特调，嘿台湾特有种，南泥网食的透明点心，是无唔对。哎呦好，来，咱即马看一个分数吼，咱看咱总价即马几分？即马是2分，哦，啊，咱评价咧4分，啊，那咱放价咧1分。哦，所以4分啊，应该就通啊，先顶个。顶去坐啦，但是咱小问一下，哦，请问，来，请问摕到50万的感觉是啥货？伊若送迄肉丸，我嘛加送一工。 2天的肉丸啊！哎呦，真好真好，大家拢有福利啦。对啊，是，无唔对。好，来恭喜，麻烦恁请入座。哎，恭喜过关！哦，厉害！是来，再来剩咱2队哦。哦，2分对1 2分分哦，对1分哦。冇问题啦，无问题哈。试看就知，试看评价就知啦。来，是第几个字2个字？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题是查某人无爱，查某人无爱啦。是第二个题是熬计较，熬计较哦，查某人无爱，佫熬计较。来，无好。第三个题是。 一个钱拍24个角，好来，蒋甲当生，当生写哪里都会看到。熬计较一个钱拍24个角，就是表示讲一个人就当生了，就计较呀。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当生。来，老师当生对唔对？这个分数甲加入去，蒋甲即马3分咯！哇，真刺激！来，咱即摆搁看者，继续看落去吼，来。吉拉哥，吉拉哥，人拢会讲吉拉哥啦。是啊，嘛是骂人的话啦。是这，慢慢唔通安尼讲骂啦。对。好，来，即马，这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题是。日本人开山饮水。哦，日本人开山饮水哦。第二个题是。发电。发电哦。哦。哎呦。蒋甲。来。乌山头。乌山头哦，一个水库啦，乌山头。水库。乌山头。南部的水库。恁的答案是？乌山头。来，老师对唔对？歹势唔是。来，要我继续看，继续看。好，来第三题是。高架四卡。高架四卡哦。哦，来第四个题是。万人收水还过。哎呦，是啊。阿里山，确定。阿里山。好，阿里山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阿里山对唔对？嘛唔是。可笑啦。来，日外大啦啊！一摆已经袂赴啊，来继续甲看一下。哦，离乡的红不是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分数甲。好，不要紧。咱蒋甲即嘛3分。安尼放假哩1分。好来，再来去哦，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。2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，看第一个题是。
面足整的，面足整的。好，第二个提示，唔认输。唔认输，面足整，唔认输。第三个提示，这款人吼，较会拄着鬼。这款人较会拄着鬼哦，哎呀两个字哦。好，来继续哦。第四个提示，当个做，江个泽。哦，来第五个提示，做人千万唔通想。剩一个正经的名额，倒一队会互人淘汰咧。好，来继续哦。第四个提示，当个做，江个泽。哦，来第五个提示，做人千万唔通想。来，蒋家。蒋家。唔通想，气气啊，气气铁器，气什么气，？是安怎？当个做，哦，铁当个做，哦，铁器当个做。哦，所以你的答案是，气气，来，老师铁器对不对？好啦，健康。再练过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先来问一个，即马分数是咱的蒋家得到，即马摕到第4分咯。来，咱蒋家咧，嘛是共咱1分， 1分尔，表示讲咱的蒋家已经进入咱的100万决赛啊！厉害！来，恭喜你，恭喜过关，请你坐。来，是，来，不要紧，你输啊，咱输啊不要紧啊。对。不过咱你甲看，咱大公赢咧，咱尾啊3组来啊。对啊，96队恁算第3名呢。哎，咱即马就放轻松啊，看你们创啥有通啊创啥啦。我感觉足无好的。车叫好，车拢叫好啊。车叫好。来，麻烦咱即马通啊离场啊，感谢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来，我车来拍一个。驾，来，无互咱2万的水哦，嘿。再会，加油一下啦！加油！后一季再过来哦，再会，拜拜。好，咱继续落去哦，今日看后一个回合100万决赛。100万决赛。是的。是安那遮尔啊紧张，爱放这音乐，互大家放轻松一下啦。是，无等下真正有刺激哦。对。好，来100万决赛，来规矩咱先讲一个。是，咱这回合吼，2队同齐同时阵来回答咱的问题。哦。问题是先讲到7条。先到7分的人，就是咱上尾的100万冠军哦。7条的题目哦。哎，先到7分的哦，加油哦。是，就通啊得到100万啊哦。是。啊，另外甲恁提醒一下，每一题敢若10秒的时间，所以唔若要比正确的，嘛要比速度。哦，若是2边拢对，看谁开的秒数较少，迄个就得分。哦，所以加油哦。了解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派队友出来。亮电子看者，啥人嘿会通啊先抽哦吼！来，加多九头布，哦，来，开始包起来，好。是来，咱请回。啊，咱即马赢的，咱通啊先抽哦，是。来，咱来看者吼，题目是第几个号码哦？是。来，咱看一个。咱的号码就是2号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传统台湾社会内面，什么代志会讲抽猪母水的 ？A. 翁某袂生后生 ；B. 生囡仔缀老母的姓 ；C. 带大母细姨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作答。都一个咧。来，哎呦，哦，秒数少的哦。哇，拢真紧哦。咱即马总价是9秒10，啊，咱的轻价是9秒07，所以咱的总价较紧。是，好来，恁的答案是 B，是安那是 B 咧？就讲抽猪母水就是讲用招嘛，啊，就没有生囡仔对老母因的姓，迄边的姓。哦，捌听过啦，捌听过就对啊啦。哦，啊那咱这边的咧，轻价咧。
那嘛是 B。我捌听过抽地某水是把囡仔送互别人饲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 B。是，两边拢是 B 哦。对啊，因为奖价的秒数吼用较少，所以若是对，就是奖价得分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B。来，咱就是奖价的分数啊。加一分。是奖价加一分。你100万愈来愈啊。是无唔对，好，是安那是生囡仔爱。对老母是呢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较早有的家庭吼，伊无生后生，敢若有查某囝尔。是。啊，伊为了要传伊的姓吼，所以伊会叫查某囝去招一个囝婿入来。哦，啊，即马因先约定好势，讲将来若生囡仔，哦，看是头一个后生要对老母姓，还是第二个后生要对老母姓。约定好以后，啊，这种行为咱的台湾人叫做抽地某税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即马第2位啊，进来换人哦。来，咱即马这是阿红对着咱的明水哦。啊，因为他拄啊是咱这边得分，所以换因来抽。看恁的题目是第几号？来。哦。咱即马抽到的题目是9号。9号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话会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心肝宝贝？所以会叫你是我的什么呢 ？A. 肝莲 B. 金角啊，金仔角哦 B. 金仔角 C. 汤生丸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请作答。是。哦。咱奖价是9秒17，所以伊比咱的轻卡较紧，因为轻卡是9秒03，剩较少，所以恁开较侪时间。哦，来，咱先问者，恁选的答案是 C。汤生丸。对，甘伫嘴内，啊甜伫心内，袂输你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哎呦，安尼啦，是，哎，咱即马换咱这边的。对，就是甜的物件嘛。是。汤生丸，无唔对。汤生丸，两边拢是安尼，比速度，嘿，速度若较慢，咱就要分数互人安尼。后悔爱较紧。嘿呀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分数，加咱的奖价得到第2分咯。啊，汤生就是冰糖啦吼，有的所在讲汤生，有的所在讲冰糖。啊，伊即摆规丸的汤生吼，都是足甜的啦，甜不不。啊，咱含入嘴感觉足好个。这其实甲甜当作是咱心爱的物件吼，这是应该是世界通行的啦。所以外国人吼，英语讲 sweetheart， 嘛是讲甜啦吼。所以咱这汤生丸就是甜的，所以这就是咧讲我心爱的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马今日换人哦，第3位。来，咱即马是约啊对着咱的加油，加油哦！哦，爱加油哦！拄则嘛是恁先抽的哦，咱手爱较紧的哦。来，抽一张啊！好，谢谢。真刺激！刺激哦！来，这号码看几号？咱的号码是4号。4号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穿衫穿甲无理是啊，是咧讲伊穿甲安怎呢 ？A. 花巴里鸟 B. 烫巴体 C. 衫穿伤少。来，你有10秒时间，请作答。紧了，手紧了。哦。两边拢是 C 啦，是啦，答案拢共款啦。但是这边奖价是剩8秒47，是，但是咱的轻价剩9秒03，所以赢较紧。是，好来，咱即马就是问因咯。对，无理是就是衫薄薄一件尔，嘿，穿伤薄安尼啦，穿伤少安尼。是哦，是啊那咱这边的咧，有啊。嘛是衫穿少少，无就敢快就皮肤安尼。拢扣是大人咧念啊，你囡仔穿安尼玻璃丝。玻璃丝安尼啦，是我感觉因这两对足奇怪。啊，你要紧，啊你就让互伊；啊你要紧，伊就让互伊。啊就是安尼啊，实在是。你真好看。好啦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得分数啊，加加咧，轻价得到1分咯，哇，开市啊，开市啊！咱咧衫足薄的吼，咱台语讲玻璃丝，有人讲玻璃丝啦吼。
啊，就是关年时啊，佫像咱今仔日助理吼，准若穿安尼，若出去外口，你若穿到玻璃丝，你唔惊寒哦，安尼，啊，所以玻璃丝就是穿足少，还是讲穿了无够厚的意思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今日哦，换人哦。好，来，咱即嘛是咱的阿伦，对着咱的阿义。好，来拄只，这边呀，先抽，来先抽，好。抽一下较会晓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咱的号码有几号？咱的号码是10号。哦，10号，车出题。请问粪扫池啊是什么款的市场呢 ？A. 环境有够阿杂 B. 干那吼伫咧买阿嬷做生意 C. 介绍卖足俗的。来，咱请作答 A、B 到底是倒一个咧？总算出现无同款的答案。无同款啊！哦。比赛进入到后壁场，倒一队会当提走100万奖金咧。请问粪扫池啊是什么款的市场呢 ？A. 环境有够阿杂 B. 干那吼伫咧买阿嬷做生意 C. 介绍卖足俗的。来，咱请作答。来，咱即马看这秒数，嘿，一个是9.27，一个是9.30，9秒30，是，所以是这边哦。来，恁选的是B 是啊，黄昏市场。哦，黄昏市场的意思。迄个较早捌听过，像咱社长带园林有迄黄昏池啊，是黄昏池啊，就是粪扫池啊，对粪扫池啊，对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来，分数加落去，加互咱轻加。加子报告，今嘛分数录起来，2-2哦。好，来2-2哦，真刺激哦。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古早时啊吼，菜车拢早时才有开啦，拢早市啦。啊，但是因为生活形态改变，即马足侪人拢上班，查某人不一定早时有时间去买菜，所以有真侪人就因得早时卖不了物件吼，到下晡时啊吼，才佫摕去卖，买阿嬷的是卖，啊因下班的时会使买菜，啊这种的吼，有的人就改叫做粪扫池啊，就是因为伊哪像早起卖出的物件，才来才摆，啊但是嘛有人较好听的讲黄昏池啊啦，啊黄昏池啊甲粪扫池啊拢同款意思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即马2-2哦，吼，不过佫继续落去哦。来，换人。来，好，来，赢的人先抽牌。对。来看号码几号？哦，咱即马抽到号码是3号。3号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俗语伫咧讲四两黄啊无毒，是咧形容什么意思呢 ？A. 卖物件死伫遐价 B. 讲人唔知影家己的轻重 C. 劝人人情留一线。请作答。A、B、C 到底是倒一个咧？总算出现无同款的答案。无同款啊！哦。嘿。哦，来，您先讲恁的答案，恁的答案是 B。迄四两就是一个轻重的，所以轻重的，安尼看起来就应该是 B 啦。讲人唔知影轻重的意思啊，是，啊，不过咱这边无同款哦。对啊。来，恁选的是 A 呢？是。看这个字面上的这个意思，就感觉讲就是，感觉讲这个，感觉是点点啊伊嘛。就是介绍拢打种硬，拢袂使唔知影变通。望春秋。哦，望春秋的意思就对啊啦。所以是要 A。是，所以恁就是选好，一边是 A， 一边是 B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B， 来分数加落去，咱今日即马3分咯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讲四两黄啊无毒吼，还是讲无毒吼？迄个黄啊就是迄个切物件时，咱有可能爱有一个物件甲底咧吼，啊再摕来切。啊，迄个底物件迄个就叫做黄啊啦。啊，你若要知迄个物件的重量吼，你要甲迄个黄啊的重量除了以后，这是内面的真正的重量。所以咱若讲人四两黄啊无毒，讲你唔知讲你是迄个。袂使算重量的物件，哦，啊，你家己甲算在来，安尼你是唔知你家己的轻重。哦，哇，这物件真有都啊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咱继续哦，来换人。
来，请是后一题。即马3比2，3比2，倾家颠倒赢1分。是，来嘛是共款，倾家来先抽抽题。我看伊咧抽，伊手会喘呢，足紧抽的呢吼。来，咱来看号码。是，咱即马抽到的号码是20号。20号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假心肉是猪仔的什么部位呢 ？A. 心脏 B. 腹肚双平 C. 前骹顶悬到肩胛遐。请作答。来哟，假心肉哦。哎呦，是，来两个答案拢共款，拢是 C。拢是 C。是，啊，毋过秒数咧。即马吼，咱总价是9秒57，嘿，赢过咱倾家9秒07。哦，所以讲咱的总价来，应该就是前骹顶悬加肩胛搭，嘿，是前骹甲肩胛对，叫假心肉。假心肉，是的，是好。即块肉是上珍贵的啦，吼，来这边的咧，嘛是共款吗？共款啦，共款意思。来，我要来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C。啊，不过因为咱总价较紧，所以分数伫这边。是录起来，总价得了1分。起码3比3哦。哎呦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啊，猪是4支脚啦吼，伊个头前2支脚的顶面吼，到肩胛这个部位吼，咱家叫做胛心啦。因为伊迄离心真近，爱个是肩胛遐，所以咱的台语的名就是叫胛心肉。啊，这个部位的肉是算讲真上等的肉啦，足好的、足好份的肉。好，来，即马继续换人哦。来，请甲我试后一题，咱这边先抽牌。对，因为因头拄啊讲到正确的，抢到分数。好，来，看号码偌济。咱即马抽到号码是8号。8号，请出题。请问倒一个词是咧讲生活艰苦无物件通好煮食咧 ？A. 吊顶 B. 空灶 C. 破产。来，请作答。哦，答案嘛是共款，拢 A。两边拢 A， 但是秒数无共。秒数无共。依然是咱总价较紧，9秒60，赢过咱这8秒87。哦，好，来，咱总价咱先来讲者。若无物件通煮，你就唔免用着鼎啊，啊就放伫遐尔。做什么差错，鼎就吊起来。是。哦，做什么差错，鼎就吊起来啦，叫吊鼎啦。吊鼎。来，咱这边的咧。同款都是无用到放在遐。哦，是，好，来，咱来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唔过秒数来讲，赢较紧，恭喜咱总价得到第4分咯，已经超过一半咯。因拄则讲的拢是正确答案啦吼，咱若无米通落鼎，咱鼎都爱调开。啊，咱若咧用的是讲，啊头家若唔发迄落工钱互我吼，我今仔日转去都爱吊鼎，就是无钱通用啊，无米通食。谢谢老师，来，咱今日换人，来，咱先，咱来先。总价差不多得到分数，来抽题。来，卖错，阿红卖错。来，好，咱即马抽到的是23号。23号，请出题。请问，长年菜是咱台湾人一定爱食的年菜，啊，除了挂菜以外，倒一种菜嘛是长年菜的 ？A. 白莲啊 B. 硬菜 C. 香瓜啊心。来，咱请作答。答案嘛是共款的，两个拢是 A， 但是秒数无共。无秒数无共。这边是9秒93。9秒93。这边是9秒10。赢较紧。哦，嘛是咱的总价较紧。好，来，你先讲你的答案是啥？是 A。这样物件就是讲，像咱中华关吼，咱满当的稻啊挂了的时候，会迄3档菜，啊，其中这长年菜甲挂菜甲白莲啊，拢正死件。啊，捌一摆伫咱像电视看讲南部的人，因咧围炉的时是食迄个。是食迄个白莲啊，用葱头长长安尼为顶悬安尼吊落来，所以应该是南部有这个类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A。恭喜答案拢共款，
款，如果这边先，咱就爱扭这边啊。哎，分数高，来，再加落去，就得到1分咯。好，啊，咱台湾多数说出来吼，拢是用挂菜做当，迄个寒天时啊，咱讲长年菜啦，哦，过年时啊。啊，不过伫咧南部吼，对，应该是对台南、高雄、屏东这几个所在吼，因是用白莲仔菜啦。啊，所以不管是白莲仔菜好，挂菜好，拢是会当做长年菜的菜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日个换人，下紧张哦。起码这边是5分，总价5分。来，咱欠加就3分啊！今日手较紧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赢的人先抽。卖错啦！来，咱来看这号码是几号？是，咱抽到号码是12号。12号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南沿海地名内底常常出现昆心这2字，昆心是什么意思呢 ？A 是渔民对海洋的信仰 ，B 是形容内海啊边的铺轮 ，C 是大型的鱼类。来，咱请作答。哇！无共款的答案。是，这咱总价是 C， 嘿，啊，咱欠价是 B。好，来问这总价，你啥来选 C？ 我歹势，我很抗轻，其实我应该是要选 B， 啊，不过无要紧，反正系啊，因为我知影讲，迄是地形啦，地形啊，古早人咧看迄个哪像迄昆心的迄个。形体，卡只片啊，形体，好似昆星、鬼昆星安尼一直安尼摆安尼，就是地形的关系。啊，不过无要紧，就安尼。无要紧吼。迄是形容迄个所在，嘿，迄个所在的形啊。是，一个安尼圆安尼感觉。对。浮出来所在的对。对。是唔是？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恭喜！昆心哦，就是海翁啦吼。是。啊，迄个因南部遐吼，台南遐，因为迄内海啊吼，啊内海啊就是讲，伊迄有迄个浮洲啦吼，还是讲浮轮啦。迄若迄个靠流的时候，就水提起的时候，看起来就会浮出来。啊，若低流的时就看袂到啊。啊，你远看去伫海吼，伊若退流的时候，就是讲迄个靠流的时啊，看到那像海翁伫咧水面共款。所以因就把迄个所在叫做昆心，所以迄是地形造成的啦。哦，唔是真正咧讲迄个海洋。来，继续换人。来，加起后一题，来，咱这边先抽。啊，拄啊得到分数，来换恁抽。来，先加抽一张啊。哦，来，没错看号码几号？是，咱即马抽到号码是27号。来，27号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猪肉馆改名做即卖家己，是因为当地人帮助平定什么事件咧 ？A. 雾社事件 ，B. 林爽文事件 ，C. 朱一贵事件。来，咱请作答。好，答案2边拢是 B。哦，这就要看秒数啊。秒数甲看者哦。是，咱的总价是9秒43。是。嘿。啊，咱的欠价9秒17。是，多一个。这边较紧。来哟。武侠甲朱一贵，对，武侠就新台调啊，朱一贵是较中部的，较我中部。高雄内蒙人，应该唔是迄甲，唔是专岛这个范围。是，因为我是家己人。哦，我到这的乡平拢有松文。是，松文。是，啊来，咱这边嘛是松文嘛。松文啊，对啊，就是恁松文啊。嘿，嘿啊，就是手伤慢啊。所以讲咱手要较紧的啦。好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咱手较慢，咱把分数搁高因啦。咱总共得到第6分咯。因这个讲了真好啦吼。武侠伫中部啦吼，啊，这个武侠事件其实是伫日本时代发生的啦。啊，若是这个朱一贵甲这个林爽文拢是清朝的时代的代志。啊，不过朱一贵伊是伫高雄台南遐，啊林爽文这个事件都是伫咧嘉义。啊，因为这个代志平定以后，就加种因是有正义的人，有忠义的人，所以甲这个所在本来叫做猪罗，改做这个嘉义啊嘞。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日换人哦，即马真刺激。咱这是几题？咱即马吼7分就赢对无？即马咱的总价是6分。是，啊那咱的欠价。即马4分，搁差2分的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起后一题哦。
要开始哦，来，咱拄啊赢的先抽一个。免错，免错，免错。哎呦，加油哦！咱即马抽到的号码是24号。24号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头家吼小解家己的产品，讲甲喙角全破，是讲这个头家安怎咧 ？A. 一喙挂箱子 ，B. 三讲四丁达 ，C. 空喙保质。来，咱请作答，下题0.3尔啦，一丝丝啊尔啦。咱来看题，正确的答案是100万冠军到底是倒一队？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请出题。请问头家吼小解家己的产品，讲甲喙角全破，是讲这个头家安怎咧 ？A. 一喙挂箱子 ，B. 三讲四丁达 ，C. 空喙保质。来，咱请作答。好，差题0.3尔啦，一丝丝啊尔啦，是毋过答案拢共款哦。差不多。嘿，来，咱先看问者吼，蒋家，你选的是 A。因为你着一支喙，但是你有两个字，所以敢若一直咕噜咕噜咕噜一直讲。一支喙好累累对啦。哦，一支喙好累累的意思啦。好，啊来，咱手较慢的去欠教咧。就是头家真好讲，啊，敢若有两支喙安尼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分数。恭喜咱的蒋家得到第7分咯！来，徛中。来。恭喜你得到18万。来颁奖咯，100万的机票。有感动无？还有奖杯。哎呦，咱嘛是一定爱，下阵个一定爱做纪念的。是啊，头一代100万的得奖的，就是咱的蒋家啦。来，即马心情安怎？会使登去好好休困啊。拢无想要哭哦。目屎用电落卡啦。后边啊。杨啊，你讲者。我感觉我的心中有要定伊啊。所以讲你今日活人是活着安尼。是毋是？哦，今日活人活着啊哦。你就是代表顶边迄个代士。无。啊，有要分无？一定啊，因为每一个人都重要的，无迄个家宝，就是顶一个队友，都无今仔日啊。哦，嘛是啊啦，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今日去领现金。这是教育啊，唔是梦，这是真的哦。是真的100万的奖。不过真可惜啦。嘿啦。真正现金大家拢看到啊。对啊。不过咱这边的朋友，哎呦，卡在这几分是不是伤久无拍电动？是不是手爱较紧的啦？嘿啦。是这跟年岁无关系哦。爱练习啦。是啊，观众朋友，恁来伫厝的吼，嘛当开始练习吧。是来遮手都爱较紧的啦。是啦，不要紧，咱讲一个。想者，咱嘛是安一柜安尼拢来啊嘛，对吧？一步来到遮，恁的心情即马安怎？拄下真紧张，即马足轻松的啊！啊来遮学遮侪物件，对，学遮侪台语，等于会当甲厝的人加开讲一下。是，啊后一季。咱有机会哦，一定爱过来，想要过来不？一定爱过来，一定爱过来报名哦。是，好来，真好。赞，这种心情盖赞啊！咱来讲者哦，咱这季哦总共有几集？哦，咱这季吼拢总有64集的节目，有96个家庭来参赛，拢总经过48集的初赛、12集的复赛、3集的准决赛，甲今仔日上尾一集的冠军赛，争出冠军队伍。而且哦，来阮遮哦，因拍败啥人你知道？咱的来宾拢足厉害哦，李云子啊，李云老师，空哥哥，哎呦，嘿，白云哥哥，王彩华，尤秀辉，啊，还有咱的陈文山哥哥，哦，这拢足厉害的人嘞，嘿，演剧的啦，毛主播啦，嘿，
嘛老师拢老师拢来，因嘛拢甲拍败啊啦。厉害厉害。是。我讲到要贵了。哈，不，英雄出少年。啊，今日哦，真正爱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的老师。啊，做咱的领导哦。而且哦，真正爱感谢咱的公司台语台，嘿，互咱遮尔啊好的平台，做遮尔啊好的节目，会当互大家来看，会当互大家学台语、讲台语、赚大钱。啊嘛，感谢咱的律师，甲咱做见证，感谢。而且哦，咱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是，咱后一季吼，欢迎大家尽量来报名，表示台语真正会使互你赚大钱哦。这个报名来参加阮的专家有智慧就对啊啦。好，来，咱再会。进来报名，进来报名哦！感谢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恭喜恭喜！哇，恭喜！哎呀，可惜菜鸟都能干到完了呀！来，杨毅，过来，欢迎，哎呀，欢迎，了解了解。